咁整呢張卡幾多錢呢？唉，破財啊！今日也拜嘅書。咁話說之前咧拍咗條片啦，仲係同熱姑拍嘅片，竟然 data 係唔見咗，係壞咗咯。對一個拍 YouTube 嘅人嚟講，真係一個好慘嘅事情啊！咁 suppose 係好消息嚟嘅，因為佢話整得到咁樣。咁但係我唔肯定佢整得到幾多啦，即係可能係一本或者其他片，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收錄到我想要嗰條片，係咪真係收錄到我同熱姑拍嗰條片啦。張卡咧有其他好多片嘅，但係已經係唔需要嘅片啦。我淨係想要翻嗰一條同熱姑拍嘅片㗎咋。咁係啦，我哋而家就出發去攞翻呢張 SD 卡啊！到啦，第二個 PC 碟波。輕輕介紹一下咧，我平時就係用呢一部 DJI 嚟拍片，咁 SD 卡咧就係放喺呢個位啦。嘅心情好忐忑啊，唔知整唔整到。咁上個禮拜放咗張卡做檢測嘅時候咧，檢查費咧已經俾咗5000幾 yen 噶啦。咁之後咧到今日咧唔知會收幾多錢嘅。好彩嘅話咧，張卡用到而 data 都收復到嘅話咧，就咁5000幾 yen 就完結啦。但係唔好彩嘅話咧，收復到 data， 但係張卡壞咗嘅話咧，要將佢移轉到第二個 device 嘅話咧，就可能會收2萬 yen 以上。當然有機會咧係完全睇唔翻條片啦，所以我覺得拎得翻呢條片咧，已經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啦。成功啦！睇片啦，我我哋而家因為要等30分鐘左右啦，所以咧就去附近嘅 cafe 嗰度飲個茶，食個包，定下驚先。仲未講最後收幾多錢，但係頭先已經俾咗6000幾yen，因為咧3000幾yen咧係買一個 USB 啦，即係佢要過翻舊嘅 data 過去嗰隻 USB 度，咁我翻到屋企咧插個 USB 落去電腦嗰度咧就可以用到啲 data 啦。同埋超勁咯，佢係全部 data 都修復到，2022年嘅嗰啲都修復到。另外3000咧就買一張新嘅 SD 卡啦，因為咧舊嗰張已經用唔到啦。佢話好彩嘅係somehow嗰啲 data 完全冇問題，但係張卡咧就已經報廢咗啦。有理由相信咧係俾我玩壞咗張卡咯，因為前幾日瘋狂喺度掹張卡。多分私に壊されたその SD カード。前言ったのはもう20年前。5年前ぐらい。唔要暴露年齡。呢一間 cafe 咧係 Taku 話佢以前好細個嘅時候有同屋企人嚟過，但係已經唔係好記得係點樣啦。應該都有20-30年歷史左右。哇！呢度排隊，我唔係有食煙咋嘛佢哋。好嘢，唔使排隊，因為建築物都好舊啊，但舊得嚟好有日本嘅風味啊。估唔到 menu 幾新潮喎，係 iPad。提拉米蘇啊！主打係咖啡，但我唔飲咖啡㗎，飲茶。吸引啊！呢啲日本茶都唔錯，有個日式小後花園。取りにくいのと思ってます。
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天日を失礼します。どうぞございます。送嘛，好 surprise 咯！我估唔到係推部機過嚟喺你面前嗰度整呢個 Mont Blanc，第一次見咯。因為咧，我頭先諗住衝出去揾嗰部機啦，因為之前喺 Google 嗰度見到人哋有影啦，跟住係有部機拉出嚟噶嘛，估唔到佢係推埋嚟，好似嗰啲點心車咁推埋嚟，好搞笑啊！好有儀式感啊！雖然而家係秋天，唔係，雖然而家係冬天，然後栗子蛋糕好似好秋天嘅嘢，但係好似好好食咁。睇得見嘛？好似好綠茶 ，try。哇！我一定會做嚟呢間嘢。同埋我想講咧，嗌咗呢個 call 叉啦。佢呢個奶咧係熱嘅咯，好有誠意啊，唔會令到杯茶凍咗。好好食，我食過，好好食，初めて第一次。食下食到有啲餓，而家食埋呢個咖喱飯，夜晚有另一番風味啊！本來就諗住食個下午茶，點知食埋晚飯，天都黑埋。因為凍，所以而家戴埋口罩。而家去拎翻張 SD 卡。哇！緊張啊！2萬人溝通緊啊！緊張です。唔知佢係咪會同我講成為2萬yen。22,000yen嘅手指嘅片，請大家一定要睇我下一條同熱姑拍嘅片，支持下我啊！好貴嘅嗰條片，我會快啲剪片㗎啦。等我同熱姑講話，終於修復到，然後剪好片就同佢講，咁就一齊出片啦！請大家敬請期待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好肉赤啊，執得街，咁就冇咗，今日咁就冇咗差唔多3萬yen啦。好啦，繼續努力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